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有一句话讲，双个庄恶甲无人问，这是古早讲头毛有两个庄的人真歹，也毋过这无科学根据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下，一个两个下，读下。A 就是单独的韵母，读第五条，读做 A。A 是算人的单位，像讲一个人、两个人。买当讲是算物件的单位，像讲这个物件。语法讲的只是代名词，像讲这个、迄个。另外，咱民间的用法会放伫咧一个职位的后壁，像讲卖菜、顾门的。买当讲是生的后壁，像讲蛋的、粿。也毋过这拢是较无正式的用法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，这两句俗谚语拢有讲到下。头一个念做是一个某较好生天公祖，意思就是讲娶到贤妻真重要。当然，即马男女平等，嘛会当讲是嫁到好翁，较好食袂空。第二个咧，读做一个钱，拍24个角，这是讲一个人足当生足气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咧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俗语咧讲，一个某较好生天公祖，阿明娶到好某，实在有够轻欠。一个钱拍24个角。莫怪年年春，年年富，旧年买新厝，今年搁再起老仔厝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下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